大家好，我係拖拉多啦。咁今日咧會同大家介紹呢個 AF 創造仇咧究竟係點樣玩。咁樣首先介紹下自己先啦，因為呢一條係我第一條 Shadowverse 嘅片，我以前就拍開圍棋教學嘅片嘅，拍呢個 Shadowverse 嘅片咧係第一次嘅啫。咁我唔擅長剪片嘅，我用 PowerPoint 嘅啫。咁主要咧都係重視個內容啦，希望咧令到大家玩 Shadowverse 嘅時候咧會更加有趣味嘅。咁其實我都係 Shadowverse 嘅新手嚟嘅，咁大家可以見到咧，其實我就係今年嘅1月先開始啫，即係都未玩夠半年嘅。咁樣呢一個係我玩過嘅唔同嘅 deck 攞到嘅成績啦。咁我都仲未係高手嚟嘅，但係一直係進步緊啦。同埋我喺呢個學習嘅過程之中咧，我係揾到好多趣味嘅。咁所以其實我個側重點就係希望可以分享呢個趣味俾大家。咁大家玩嘅時候咧，可以有更加多嘅嘢去諗到咁樣咯。咁今期我有玩嘅就會係跳飛龍，然後嗰個 Amulet 嘅教，我唔知中文佢叫咩咧，我玩日文版嘅。同埋就有玩呢個 AF 仇啦，咁三樣都係攞到 Ultimate。上半嘅時候就玩跳飛龍，就去到 Legend。咁去到下半嘅時候，我玩其他之後咧，就真係覺得好玩過龍好多咯。但係我就希望都呢三樣嘢咧，我都做一做片去分享下嘅。咁希望大家支持。咁總而言之啦，我都唔係高手嚟嘅，咁所以咧，大家有任何意見啊，或者我講得唔好嘅地方咧，歡迎隨便留言嗰度評論去分享翻啦。好，咁事不宜遲咧，就進入正題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咧，嗰個 AF 創造仇咧就好流行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下半期嗰個調整咧，就有2張卡就加強咗，都係屬於呢個 AF 嘅系列。一張就係左邊嗰張，佢唔單止咧嗰個費用降低咗，而且咧仲多咗一個效果。本來就係送一個 core，而家就送咗2個 core，即係個核心。咁右邊嗰張咧，亦都係降低咗個費用，咁令到咧呢一個 AF 咧就非常之流行啦。亦都側面咧見到其實好有趣啊！呢一啲卡 game 咧，佢其實改咗1-2個費用咧就變化好大啦。因為其實喺上半期嘅時候咧，冇乜人用呢一個嘅 AF 創造仇噶嘛，但係去到下半咁樣改一改呢個費用咧，就即刻非常之流行。咁所以見到嗰個遊戲嘅平衡性咧，其實都係做得幾好嘅，我個人覺得。尤其是咧第6期同第7期咧，嗰個下半調整完之後咧，我覺得係幾接近嘅。咁係幾好玩，幾有意思。上半嘅時候咧，就某啲嘅牌組咧係明顯過強嘅，咁下半咧係平衡唔少。好啦，咁呢一個係嗰個 tier list 啦，左邊係呢個 Game With，中間咧係呢一個Dexo 嘅網站，右邊咧係 Game 8。咁 Game With 咧係應該最多人睇啦，亦都有英文版嘅。佢係最多人睇留意嘅一個rating list。咁 Game 8呢一個右邊呢一個咧都會有幾豐富嘅內容，例如佢呢度要放咗財寶啦，財寶其實都勉強可以打得嘅，咁佢都放咗喺度嘅。咁想要睇多啲內容咧，可以睇埋 Game 8。咁 Game With 通常係所有人第一個會睇嘅 tier list 啦。而 Dexo 呢一個咧係特別課高手去睇嘅，佢入面咧亦都會有好多高手嘅文章所在，但係當然係日文啦。咁今次咁又有好多翻譯嘅方法啦。咁呢3個網站都不約而同咧，就將呢一個 AF 嘅創造仇擺咗喺呢一個嘅 Tier 1啦。咁係代表係真係一個非常之強力嘅一個 deck。好，今朝下落嚟咧，想同大家好快速睇一個嘅 AF 嘅實戰啦，咁大了解咗一下基本上 AF 係會點樣玩先啦。咁呢一個係我自己嘅實戰，咁我嗰陣時係有放呢個大遊戲世界，而家好多人咧都係唔會放呢一張嘅，咁不過冇所謂，我覺得唔係重點，可以睇一睇。咁呢一盤咧，對手係呢一個嘅佢哋叫中速嘅夜魔啦。咁但係佢前面可能就唔係抽得太好，咁所以咧前面我就壓制到。其實對中速夜魔咧，通常佢前面係會好我哋一啲啲嘅。佢哋低費用嘅牌好似會多少少，但係呢個 AF 創造仇低費用嘅牌都唔少，所以咧喺前半就有機會壓制到。係啦，你見到去到中段呢一度咧，開始佢個場會勁翻少少啦。呢個中速龍，咁你見到咧，我呢一度都處理唔到晒個盤面啊。然後佢呢一隻貓咧，性能非常之強勁啊。咁呢個時候咧，因為見到佢咁樣嘅大盤面咧，我就喺度清一清場，
呢一度有一隻 AF 專用嘅清場物體，但係咧佢又再鋪一次牆啦。咁你見到我冇咗啱啱嗰一隻啦，我冇得再用相同嘅手法清場。咁所以呢一度咧，我就選擇咗咧去做一個清場嘅機械創造物，然後就用佢嚟複製出去個牆面嗰度去處理嗰個盤面。因為你大家見到咧，通常呢一隻嘢咧，佢會送一隻呢一個機械人。咁呢個機械人會扣人哋3血嘅嘛，通常啲人就會帶呢一隻嘅。咁但係呢度隨機應變要清理場面，咁就清理個場面先啦。咁然後佢就出好勁嘅屠機啦，就係日文叫阿泰希咩啊。咁不單止清場，仲回晒血。咁樣咧，我又再次複製呢一個清場嘅呢一個嘅創造物出嚟啦。咁因為我已經用晒個進化權啦，咁就不妨掉埋呢個 Imari 出嚟去攞一個 spell。如果未用進化權嘅話，咁有機會會留嚟用進化權。咁今次到佢清唔到場啦，到佢開始冇乜力啦。佢再出一次屠機，係啦。咁你見到呢一個 AF 嘅一個主力 Scarlet 有好強嘅盤面清理能力，有疾走打點。咁佢出呢一個中文唔知叫咩 Makumi-ran 啦，日文就係。咁呢個時候咧，我其實有2種方法收頭嘅。一種方法咧就係做一個高突，我已經可以融合咗嗰個高突，咁佢會有呢個疾走10點打點，咁一夜均埋人哋個頭嗰度嘅。咁實戰咧，我就用咗第2種方法去完成我比賽，就係整2隻扣3點嘅機械人打，咁就打贏咗啦。好，咁呢一度咧，我哋可以見到 AF 有個特點就係好多嘅打點，好多嘅扣血嘅方法。另一方面咧，有個靈活性喺度嘅，因為你複製唔同嘅創造物或者嗰啲機械人啦嚇，出嚟咧，佢就有唔同嘅效果。咁亦都有個靈活性喺度，所以係幾好玩同有趣嘅。好，事不宜遲咧，我哋睇一睇 AF 個嗰個構築。AF 嘅構築咧，我上網睇過好多人好多嘅打法。我可以話咧，真係比較確定嘅構築24張咧，係咁嘅啫。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有啲不可思議啦，但係因為其實呢個遊戲真係好自由嘅，有啲嘢咧你係真係可以唔放3張嘅。例如種小花伊瑪利或者伊瑪利啦日文，佢好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要放足3張咧？放2張都唔係唔得㗎噃。然後呢一張呢個 Skater 咁前期牌咁應該係要放3張咯。但係如果你喺2-3費有其他選擇，你選擇用其他嘅話，咁你亦都係可以唔放足3張嘅喎。所以其實好大嘅彈性嘅。我之後會分享幾種唔同嘅構築方向俾大家去參考嘅。咁詳細我哋之後再睇。只不過我想俾大家一個 idea 就係咧，真係好自由嘅，好多嘅變化組合等大家去 explore。好，咁首先咧就要介紹呢一個嘅 AF 體系，其實有分新同埋舊。咁新體系咧就係呢個第7期先至引入嚟啦，而舊體系咧就係第1期嘅時候就已經有嘅一個體系。咁第1期嘅體系咧就係透過一個紅色嘅呢個核心同藍色呢個核心，咁你用紅核心去合咧，就會變成咗呢一個攻擊嘅機械人，咁就5-1特進。如果你用藍色呢一個去合咧，就會變咗1-5嘅守護嘅創造物。咁如果你用任何一種嘅創造物，再加多一個 core 咧，就會變成一個回血創造物。呢一個回3血。如果你加2個 cost 嘅 core 入去咧，就會變成扣3點嘅創造物。如果你加3 cost 嘅 core 入去咧，就會變成全場 follower 扣3點嘅嗰個創造物。呢度咧要提一提大家啦，好多新手會犯嘅錯誤咧，就係以為呢一個要3 cost 就代表需要3個嘅核心啦。咁唔係嘅，因為你只要事先融合咗2個嘅核心咧，佢就會變成3 cost 噶啦。咁佢變成咗3 cost 嘅話咧，
你就可以去融合。所以實際上佢都只係需要2個核心嘅啫，佢唔係需要3個核心嘅。另一方面，好多人會遺留咗嘅就係，當你融合呢一隻嘢嘅時候咧，你係需要合3或者以上，即係話咧，你可以用呢一隻嘢或者呢一隻嘢去加任何一隻去融合出嚟呢一隻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咧，我哋有機會咧係有一隻嘢咧會送一個呢一個嘅創造物俾你，咁你可能多咗呢一個創造物出嚟嘅，咁你係可以用呢一個去同呢一個融合，去變成下面呢一隻嘅。咁好多人唔知呢一點嘅，咁呢一個係大家可以留意下。當你有咗呢3種唔同嘅創造物之後咧，就可以最後合體變成高達。咁就10費10點就走，全場掃5，再加回5血，一個超級嘅高達。好，咁我哋睇完呢個舊嘅創造體系之後咧，就睇新嘅體系。新嘅體系咧得3種創造物嘅啫，一個就係3-1嘅特進啦，一個就係1-1，咁但係出去場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抽牌，最後一個就係一個4-5嘅守護嘅一個嘅創造物。咁呢個創造物咧冇任何嘅融合嘅成分嘅喎，咁其實有乜嘢創造嘅意思咧？咁佢嗰個 gimmick 咧就會放咗喺呢2張牌嗰度啦。呢2張牌咧，佢係有個要求嘅。上面呢一張咧就係如果你超進化嘅時候，喺呢一個嘅戰鬥之中出過3種唔同嘅創造物咧，佢就會有疾走。而下面呢一個咧，就係佢出場嘅時候咧，會有一個掃場嘅效果，但係掃場嗰個效果扣幾多血咧，就取決於你出過幾多種唔同嘅創造物。咁所以佢個 gimmick 就喺度啦。佢呢一個嘅 gimmick 就係你出多啲唔同嘅呢啲創造物咧，佢哋嗰個效果咧就得到一個加強。佢呢一個就係新嘅嗰個創造物嘅 gimmick。好啦，咁接下落嚟咧，我要先介紹一點，就係 A.F 創造時候咧，喺近嚟幾期同埋呢個上半期調整之前咧，都唔係咁受歡迎，冇乜人用。簡單啲就係比較渣嘅一個 deck。咁點解咧？好啦，咁以前就係呢一個舊嘅創造物體系，佢好似咧係好全面嘅，即係你又有特準啦，又有守護，又有回血，又有打點，又有呢一個嘅掃場，即係乜都有晒。但係乜嘢都好試。呢啲回血得3滴血，打點得3滴，掃場又係就係扣3滴血，嗰個效果就唔係真係太過強咯。然之後高達係勁嘅，10費嚟講咧佢都勁嘅。問題係你合咗體出咗個高達，用咗就冇噶啦喎。然後大家記唔記得龍族有一隻正義，日文叫 Elanza， 我唔知中文名叫咩啦。呢嗰隻 Elanza。嗰隻正義一打出嚟就扣人8血，再加超進化撞人哋9血，或者佢唔進化掃場2隻嘢扣8血，再加自己回8血，相當屈機。但係佢抽就抽到翻嚟，而你咧就要好辛苦咁樣合體，仲要出完就冇。所以創造體系咧喺以前咧就唔係好掂嘅。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而家係 rotation，即係我哋就係可以用第2期去到第7期嘅牌啊嘛。即係第1期嘅牌就唔可以再用啦。第1期嘅牌咧有幾張好重要嘅牌，呢個改景嘅天宮、改景嘅再動同埋呢隻 Lalamiya，呢3隻嘢咧都係舊 AF 一個好重要嘅成員嚟嘅。咁而家冇得再用佢咧，基本上舊 A.F 咧係冇得再玩嘅啦。舊嘅創造體系係冇得再玩。我哋睇一睇舊嘅創造體系有呢3張嘢。如果大家玩呢一個無限制可以用第1期嘅牌嘅嗰個模式嘅時候咧，可以留意下啦。因為以我所知無限制嗰個版本咧，呢一個創造體系咧係更加之厲害嘅，亦都更加好玩嘅。不過我自己就冇接觸，亦都好少人接觸呢一個無限制體系，大家都係玩 rotation 比較多。好，咁呢一個改景嘅再動咧，係可以 copy 2隻5 cost 以下嘅創造物出場，但係對手個 turn 完咗嘅時候咧就會破壞。而呢一個 Lalamiya 咧係可以帶3張唔同嘅 artifact 5 cost 以下嘅創造物出場。咁然後改景嘅再動咧就係會俾2個 core 啊，2個核心，
然之後進化嘅時候咧，再複製一隻嘅5 cost 以下嘅創造物出場。呢張嘢啊，比起我哋而家呢一張嘢咧，仲要更加多人用。點解咧？看似呢一張大家都係複製一隻嘢出場啦，但係呢個嘢咧，佢會送2個核心啊嘛。而佢呢一隻咧唔會送核心啊嘛，咁你冇核心嘅時候，你都未必有呢一個嘅創造物，咁你碟複製出場都冇用，所以啊呢一張改景嘅天宮啊，甚至比起下面而家呢一張更加重要有用，所以咧呢個舊嘅創造體系咧喺而家嘅版本咧係不可能單獨使用嘅，你一定係要同新嘅創造體系去搭配。咁我哋知道咗佢出咗新嘅創造體系，要人用新嘅創造體系啦。咁但係話要用新嘅創造體系啫喎。我哋七期上半嘅時候有冇人用呢？咁答案都係唔多人用嘅。咁所以咧，先要有呢個能力調整，等人哋去用。咁呢一度咧，我就想介紹一下喺呢一個能力調整之前咧，AF 嘅構造方法啦。有幾張牌咧喺呢個能力調整之後咧，就唔會再點樣用噶啦。但係我都會想介紹一下嘅。首先就係呢一個兩廢嘅呢一張，兩廢嘅呢一張咧，佢個效果係佢會令到自己場上面嘅 follower 全部攻擊力加一。咁如果係超進化嘅回合嘅話咧，就會令到自己嗰個手牌入面嘅 follower 咧都攻擊力加一。咁好明顯啊，佢嗰個意思就係，如果你可以黏到牆，你個牆嗰度留到嘢嘅話咧，就有一個爆發輸出。而且咧，我哋嘅主要兩個紅卡呢兩張都係一個疾走嚟噶嘛。如果佢 buff 到俾呢兩張嘅話咧，咁你個輸出咧都係更加大。咁另外去三廢呢一張咧，亦都係啲人會考慮去帶啦，因為佢會俾一個核心出嚟嘅。然之後咧就係呢一張嘅三廢，佢係呢一張金卡。呢張金卡咧就係會掃場，掃場扣幾多血咧就同佢一樣，係取決於你呢一個戰鬥之中出過幾多種唔同嘅 artifact。所以呢張三廢嘅效果同呢張八廢基本上係一樣啦，就係你出過幾多種唔同 artifact，佢就全場扣幾多。另外佢會額外多一個效果，就係對手嗰個 leader 會扣1血。我覺得呢一個效果咧，都側面睇得出咧，其實呢個 AF 體系嗰個輸出力咧係唔係好夠嘅，佢只係得呢兩張疾走打點可以做到一個輸出，咁然後就唯有靠呢一個嗰個 beta 創造物去打人哋3點個頭。咁一陣間咧，我就會同大家睇下，當能力調整之後咧，會取代咗呢幾張牌，然後做到一個更加有力嘅輸出。尤其是咧呢個兩廢嘅 spell 同埋呢個三廢嘅 spell 咧，好少人會再用，因為佢有一個好明顯嘅缺點啊，就係影響我哋 Imali 嘅嗰個發揮。Imali 佢有2個效果啊嘛，第一個效果就係當你打入場嘅時候，你要棄一張牌，但係可以抽一張 spell 翻嚟。另一個效果就係當進化咗之後咧，每打一張 spell，就會出一隻嘅小鬼出嚟啊嘛，咁如果你抽翻嚟個 spell 係一廢嘅話咧，你就好容易去整啲小鬼出嚟。但係如果你係抽到2廢3廢嘅 spell 翻嚟咧，你就冇咁容易整到嗰啲小鬼出嚟。咁所以咧，佢哋2廢3廢係會影響 Imali 嘅發揮啦。如果我哋有其他嘅掃場嘅選擇咧，就想考慮其他嘅掃場嘅方案啦。咁所以總體嚟講咧，呢一個 AF 創造獸喺7期前半能力調整之前咧，就唔係好受歡迎嘅。比較受歡迎嘅就會係呢一個嘅進化 AF 啦。佢主要嚟講咧係一個進化體系嚟嘅，咁即係都係靠呢一個聖德芬係打點啦。然後佢亦都係比較重視呢個壓場啦，因為呢一個7廢呢一個 Kamishi 啦，有好強嘅控場能力，再加埋 Scarlet。咁就一個進化同 AF 嘅輸出融合，就會比起呢一個純粹靠住 AF 去輸出咧，會嚟得穩定好多。所以呢個進化 AF 咧，會係7期上半比較受歡迎嘅選擇。呢個7期下半咧，你亦都係可以考慮咁樣玩嘅。但係咧，因為呢一個能力調整咧，大幅提升咗呢個純粹 AF 嘅發揮能力，所以咧呢個純 AF 咧可以玩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睇一睇純 AF 嘅嗰個構築方案咯喎。
好，呢一個咧係一個專家嘅牌組。咁我接下落嚟咧會分享，除咗呢個專家牌組之外咧，會再分享多兩組俾大家嘅。咁專家牌組當然係最強力，亦都係最容易推介嘅一個牌組啦。當中咧，我可以介紹幾張牌係大家可以留意嘅。首先就係呢一個 Jasper，呢個 Jasper 咧有可以放零至到兩張，零至到兩張。咁佢第一有個效果就係俾多一個 core 你啦，令到你更加容易去組合啲創造物。咁另一方面咧，佢進化嘅時候咧，就會可以揀一個嘅創造物，令佢攞到一個守護同埋不被能力破壞。不被能力破壞呢樣嘢咧，好得意啊！一嚟防人必殺啊，防人哋世界嘅提示咁樣去破壞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同呢張嘢咧好夾啊！呢張嘢咧係三 cost 就三費用，可以複製一隻嘅創造物上場啊嘛。咁但係佢理論上會喺嗰一 turn 會破壞噶嘛。但係如果佢攞咗呢一個不被能力破壞嘅話咧，佢就永遠喺場啦，就變咗你三費複製一隻嘢上場，咁嗰個性能咧就變到好強啦。所以呢一張嘢咧效果非常得意，同呢一張嘢嗰個配合非常之好，令到啲人可以考慮放零至到兩張。咁佢個取捨咧會係同呢一個 Mill 有關，有啲人咧就選擇放佢咧就會少放啲 Mill。呢一張同 Mill 咧就會係二至到三張，咁呢一個會係專家牌組嘅方案。係啦，啱啱我就同大家分享過啦。因為咧上半期強化呢一個嘅 AF 之前咧，大家會比較偏向都係用呢一個 Mill 同埋用呢個 Scarlet 去疾走打點就算啦，大家都唔會諗好多去融合各種創造物，因為我啱啱就係前面我就係鋪墊就係睇過舊嘅嗰個創造體系已經冇咗好多張牌，已經冇得再玩嘅啦嘛。但係咧，因為而家舊嘅創造體系呢一張能力調整之後，而家呢個俾兩個 core，再加變成一 cost，再加呢一個又降低咗一 cost，令到舊嗰個創造體系咧強咗好多。舊嗰個創造體系強咗好多嘅時候咧，掃場咧就唔用呢一張啦，唔用呢一張咧就變咗用呢一張啦。呢一張咧，佢個效果係出場嘅時候，你揀一個創造物，然後就會根據嗰個創造物嘅攻擊力咧，就掃場全場扣幾多血。咁嘅話咧，佢就更加容易用，比起呢一個嘅掃場咧，係更加好嘅效果。另外咧，佢仲會多送一個嘅守護嘅創造物俾你。另外咧，因為舊嘅創造物體系變得好強力，呢個伊卡洛斯嘅飛翔咧，亦都會被採用。伊卡洛斯嘅飛翔咧，基本上係用喺舊嘅創造物嗰度，唔會用喺新嘅創造物嗰度嘅。用喺舊嘅創造物之後咧，佢就會攞到一個特進，兼且破壞嘅時候會有一個抽一張牌嘅效果翻嚟。咁呢個係專家牌組非常強力嘅一個方案。咁接下落嚟咧，我會介紹一個 AF 新手嘅推介。咁呢個 AF 新手嘅推介咧，同呢個專家牌組有一個唔同嘅地方，就係咧，佢嗰個創造能力咧會相對細啲嘅。我就將 Mill 放咗三張，同埋呢一個都放三張。咁嘅話咧，佢會比較重視咧，你就唔會諗太多去創造。你比較諗咧就係壓場同埋疾走打點。舊呢個體系咧非常之靈活，你會做各種嘅創造物。同埋你亦都有機會合高達，非常之隨機應變。但係呢一個咧就比較成水壓場同埋打電。我認為咧好多新手咧適合玩呢一個多啲，用呢一個上手咗先。然後當你開始比較習慣去創造各種嘅創造物嘅時候咧，就可以轉去玩呢個專家牌組。呢一個牌組咧其實都有機會做到高達嘅。但係做高達嗰個機會率就真係比較細，可能去到5% 左右。而呢一個咧係講緊可能有15% 嘅左右嘅機率咧，你會喺嗰一個戰鬥之中咧係做到高達嘅。
咁再分析多幾樣嘢啦，因為你比較重視用佢嚟壓場同埋用佢嚟疾走打點咧，咁所以咧有幾張牌咧就少咗啦。包括就係伊卡洛斯嘅飛翔咯，因為你都少咗創造物，咁你就冇咁需要用伊卡洛斯嘅飛翔。咁另外一方面，你都唔會用佢啦，因為你就係少咗創造物，你亦都唔想要咁多嘅核心，同埋亦都唔需要佢嗰個守護效果，咁會有呢一啲嘅細節上嘅分別啦，亦都少咗佢啦。其實五費嚟講咧，呢一張嗰個盤面能力咧，呢一張嗰個性能好難比得上呢一張嘅，即係純粹喺個盤面上面嗰個能力啦。但係因為呢一張佢會俾一個嘅守護創造物啊嘛，就係貪佢個創造物，所以咧就會採用呢一張。如果大家係更加想偏向創造物嗰一邊，好，咁呢一個就係我俾 AF 新手嘅推介。嗰個 idea 咧係比較 mid range 嘅，就壓場打點，唔好諗咁多。好，最後一個介紹嘅組隊咧就係一個高達嘅懵之隊。我就係見到咧都係有人會咁樣玩嘅。首先就係會用呢一個332嘅特進啦，因為佢會俾一個 core。另外咧亦都可以考慮就係呢個綠費。綠費呢一隻嘢咧，可以睇一睇啦。佢個效果咧就係佢會出一個攻擊嘅創造物，同埋俾一個核心。咁其實佢個性能咧就唔多好嘅，只不過因為佢會俾核心啊嘛，咁就令到你更加容易做到創造物出嚟啦。另外亦都可以留意一個仲用得嘅 spell 啦。呢個 spell 咧就會係破壞一張牌，然後送2個嘅核心俾你。如果大家真係好想做高達嘅，咁樣亦都係可以參考呢一個嘅構築。咁我稱呢個叫高達嘅懵之隊啦。只不過咧，我認為呢一組咧明顯係平衡好多嘅，亦都係更加值得推介。表達嘅就係有好多嘅組法，有好高嘅自由度，咁樣解咧。最後咧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而家用緊嘅組法。首先第一點咧，我就用一張嘅大遊戲，就淨係用一張嘅伊卡洛斯嘅飛翔。點解咧？係有個原因喺度嘅。一張嘅伊卡洛斯飛翔咧，代表咩咧？代表如果你出伊萬里嘅時候超進化嘅話咧，你一定抽到一張嘅進小法。係啦，大家可以諗一諗個數學。佢出去嘅時候咧，就可以抽一張 spell 啊嘛。然後超進化嘅時候咧，就會抽2張嘅一費 spell 啊嘛。咁嘅話咧，你係一定抽到一張嘅小法。我之前咧發生過一件事，就係我放咗2張伊卡洛斯嘅飛翔，然後真係出伊萬尼再超進化，真係抽唔到呢一個嘅變小鬼呢一張 spell。咁我就覺得好大件事。呢件事個機率咧其實就唔高嘅，所以咧專家牌組咧認為係冇所謂，係可以放2張伊卡洛斯嘅飛翔嘅。只不過咧我見過鬼怕黑，所以咧我就放一張伊卡洛斯飛翔，另一張咧我就用大遊戲嘅世界去取代，就係咁樣啦。大遊戲世界咧好多高手係唔放嘅，因為 AF 其實係容易爆牌嘅。呢個創造仇咧係容易爆牌，原因係咧創造仇嗰個 idea 就係佢成日係複製啲創造物上場啊嘛。當你複製啲創造物上場嘅時候，即係你其實係冇打到個創造物出嚟，佢留咗喺你個牌組入面，咁你係容易爆牌嘅，所以要留意呢一點咯。但係我覺得我使用感觸係一張大遊戲咧係啱啱好嘅。前面打出嚟嘅話咧，你就更加多選擇啦。後面咧打出嚟嘅話咧，就幫到你補牌，係幾舒服嘅。我覺得一張咧係絕對可以考慮。3張係絕對冇可能嘅，一張我認為係最好。我使用嘅感觸係另一張咧，就係我放咗呢一個嘅俾呢個零費人偶嘅嗰個 amulet 喺度啦。係又係見過鬼怕黑啦，因為俾皇家或者俾呢一個夜魔咁樣前面快速揼死我，咁就好驚，咁就放咗呢一張嘢喺度。其實呢張嘢咧
無論係對皇家、對夜魔定係內戰對翻 AF 手咧，都幾強力㗎。只不過因為佢冇 AF 嘅 gimmick 啦，咁你兩費嘅時候，你寧願出一啲有 AF gimmick 嘅嘢啦。咁所以唔採用嘅人咧，亦都係多。但係放一張嘅人咧，我亦都係見過嘅。我自己亦都係選擇放一張，亦都係俾大家一個嘅參考。好，咁樣呢一次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啦。中意我嘅分享嘅話咧，希望大家俾個 like 同埋多多分享俾你嘅朋友。有任何嘅問題同埋有任何嘅意見咧，歡迎喺留言區評論。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次再見。